辉达海外总部确定要设立台北树林科技园区的 T17甲 T18基地。台北市政府即马准备要甲新工领袖来解约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早起是表示讲，今仔就会送出正式公文，解约金额大约是45亿哦，加出来的钱辉达会吸收。辉达总部要伫北市区 T17、T18各界关心北市府甲新秀合约解约的进度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透露，新秀早起将合约解约的钱公文送予台北市府，按算1礼拜就应送议会备查。在今天早上，新秀会给我们正式的公文，而且也把金额确定，看起来应该在45亿以下，但是这里面含他们缴来的钱，30几亿缴来的钱。昨天我们有在跟新秀开会。那大概也确定了最后终止契约的解约金。那接下来新秀就会正式来文。那一旦收到，我们就会即刻启动后续的程序，包括送议会以及技术计划变更等相关行政程序。新秀提出的金额比当初市府有5个8亿低一寡。李树川表示，新秀资金成本的比例加上新秀价的税金，当初北市府无讲税金，按过算起来，成本甲北市府当初算的8亿差无偌济，金额总共伫45亿以下。报议会核定了后，计出来金额，辉达会全部承收。这个详细，请你去询问新双人说，他们跟市政府我都有在沟通嘛，我想应该很顺利啊。解约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台北市民是不用负担的，对吗？对，绝对不会让台北市民来买单。分手费的成本也是辉达会出，我这样解读对吗？对。针对市府甲辉达签约进度，有议员质询的时阵，希望能够提早。李树川是表示，辉达要做投资计划书，要求2个月工作日，所以才会伫农历过年进行签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